顶礼拜五是发生着院长韩国瑜没收到质询权的争议。今仔日立法院会是进行交通组的质询，讲登记质询的22个立委当中，有7个民进党的立委是来放弃掉口头质询，敢若提供书面质询的资料。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大大来口说，讲伊实在无理解这阵绿色的大喊案到底在创啥。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是来回呛讲，这是哪是个惊讲，讲伊互韩国瑜舞一个心惊惊，讲解这个书面的质询，至少有质询，若是互没收，就啥拢无咯。国会院会现在进行国事论坛，每位委员发言3分钟。国会第一会期上尾第2届议会，原定9点50分的国事论坛，会后才来进行质询。不过韩国瑜才去哩主席台，台下的哪位拢真捧场，会使讲是拢总到位。罗志强铺相片讲9点就到啊，佮讲民进党这红鞋啊，是毋是佮要找韩院长麻烦？不过同一时间，民进党团当无用咧开作战会议。加急动员令讨论后礼拜各委员会议程，尤其针对顶礼拜韩国瑜没收质询权，定调野协商的应对方案。不过，敢若也阁有影响，因为今仔日议会交通组的质询有7个民进党的立委拢改做书面。其中林楚英互排伫咧上尾第2个，并且铺文讲规工互韩国瑜舞甲真惊吓，就惊各方没收改做书面，上无有质询。为什么到韩国瑜因为他个人的错误，就扭转成变成卡韩跟护韩的戏码？这一点我个人感到非常的遗憾。最重要的总质询都可以放弃，代表说他们不觉得总质询是很了不起。那这就很奇怪了，以前人家不小心质询被跳掉，被骂薪水小偷，那这些是怎样？薪水强盗吗？所以不要双标。双方炮声连连，顶礼拜维权陈玉珍和吴思瑶发生集体冲突，民进党团嘛要定相关的 SOP。国民党的意识暴力在前，又引发肢体暴力在后。那相关未来我们在各个委员会因应必要，请大家每天都一起站起来。我们会很快提出来，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在加班在讨论，到10点半。我们有我们的进度。不收质询权的争议，和调野的战火是愈烧愈旺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